以下是正道的时间，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他今天要正道的题目是“生来盲人得医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到了四旬期的第四主日，是喜乐的日子。主啊，今天是喜乐主日，我们要来认识耶稣是真光。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被称为喜乐主日。我们在将临期的第三主日是喜乐主日，在四旬期的第四主日是喜乐主日。为什么称它为喜乐主日呢？因为人在黑暗中没有前途，会恐惧，会恐慌。但是当真光一照亮进来的时候，那个光就吞灭了黑暗，整个人就喜乐起来。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在亮光中看到上帝的作为，我们充满了喜乐、感恩跟颂赞。那我们请大家来看1到12节，因为今天的经文分成3个段落，我们来看1到12节。我们先看第一个1到5节的引言，到底一个人生理的盲目跟他的罪有什么关系？耶稣过去的时候有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那对不起，因为我们圣经是民国8年翻译的，所以我们现在不要称瞎子，也不要称瞎眼的人，那个是贬义，现在都称为盲人，了解吗？好，是天生的盲人。结果这个人是生下来就盲眼，所以比那个出生以后才盲眼的人更可怜。所以门徒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个人生下来就盲眼，请问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人呢，还是他的父母呢？”门徒遇到人间的苦难，他就根据犹太人寻求苦难跟罪过的关系，他们怎么认识呢？他们认为一个人会犯罪，一个人会患病，跟他过去一定做了不少恶。可是这个人是在妈妈的肚子里，怎么可能呢？那一定是他父母。这实在是很糟糕。如果在台湾还说是不是他前辈子造的孽，对不对？我们还有前世今生的观念，犹太人没有。结果耶稣基督就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前面有个也不是，在也不是，意思是2个都不是，不是2择1，不是2个都不是。所以耶稣的回答就驳斥了那个犯罪跟生病之间的因果论。他说这个人天生盲眼，非必然跟过去的罪恶有关，而是要彰显上帝的荣耀。这是上帝施展他大能救赎的机会。我们遭遇各种患难痛苦，也是上帝施展他的慈爱跟大能的机会。然后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接着他又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好，当耶稣这样回答的时候，其实在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当趁着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赶快就近耶稣这个真光，然后能够不要错过得救的机会。这句话同时也告诉所有基督徒，我们当趁着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赶紧做主的工，把许多盲目的人，使他们启蒙，使他们能够得到上帝的真光。其实这段圣经接着我们要来探讨一个问题，怎么应用。当我们遇到苦难，这个苦难的考验、伤痛、烦恼，这时候人总是喜欢问为什么？为什么临到我？为什么不是别人？为什么好人都在家里叹气，坏人都在台上唱戏？
是安怎好人拢伫厝咧偷窥，啊，歹人伫迄边在那搬戏。台语有一句话说：“好心的哦，拢倒咧讹，啊，恶心的哦，地王无。”啊，就是这样子苦。为什么上帝这么公义，偏偏我这么热心教会，为什么生的儿女呢个个弱智？这个问为什么？他自己问为什么已经够痛苦了，别人还问为什么？这个，我以前在带那个中学生团契的时候，有一国中生问我说：“陈哥，你知道什么动物最喜欢问什么？”我说：“什么动物？”他说：“猪。”我说：“为什么？”我问为什么就变成猪了？他说：“你真的是猪头嘞！”问为什么？耶稣基督他不要我们为什么，因为那是奥秘。他要我们问 how 如何。问为什么就产生危机，问为什么我们就在信仰上跌倒，而问如何就是契机，如何就带领人进入更深的信仰。说主啊，我的病痛，我的患难，如何彰显出你的荣耀来？我以前有一个学生啊，他真的生了一个孩子，女儿是多重障碍，然后呢脸都歪了，讲话又不清楚。可是他认为他这个孩子是他的宝贝，他就因着这个孩子，他在马来西亚、在台湾、在香港、在新加坡，但好多华人里面就专门办那个儿女多重障碍的营会。哦，使许多的家庭得帮助。我这样算过，他已经超过2000多个家庭被他得帮助，很棒啊！他的女儿也亲自做见证。那个女儿，你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这有什么呢？但是就显出上帝的荣耀来。所以，我们从这段圣经我们要谈的，就可以去了解，当人间有苦难的时候，不要问为什么，而问说我们怎么帮助他，怎么解决。我印象很深刻，我在当兵的时候，在屏东机场，我跟一个外国宣教士去看那些在胜利之家跟伯大尼之家的多重障碍的孩子。去探访他的家长，那些孩子在暑假的时候渴望回到家里去，可他父母没办法接受，不让他回来。我就问那个家长说为什么？他说：“哦，这下西下井，我前是让这歹代，甲出一个歹囝。”我听了好惊讶。他说：“我把他带回来，邻居都认为我想要拍积德，不知道积了什么坏阴德。”我那时候就才知道说，哦，这种观念怎么那么深呢？他的儿女很渴望回来，不让他回来，因为怕邻里讽刺跟讥笑。所以，当世人遇到挫折、跟痛苦、跟压迫的时候，虽然最内在根本的原因是罪恶，因为原罪的后果，但是我们却不应该单纯的认为受苦的人寻找苦难的原因。耶稣要我们不要光用指责、批评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他挑战我们在黑暗中看出上帝的荣光，在危机中看到上帝要带给人的转机，在羞辱贬义中看到神的恩典荣耀。所以，即使是人间最大的悲剧，也能够彰显上帝的荣光。何况我们的教会叫荣光堂，那我们在教会里面每次看到这些苦难的人，我们都不要去责怪自己，责怪他的父母，责怪他的配偶，责怪亲友邻里，而要转化成宣扬上帝作为的机会，展现上帝荣光的机会。所以我们的生命就会被转化跟提升。真的，我们的生命里面总有创伤，总有缺陷，总有缺憾、死亡、分裂、背叛这些。但是我们的选择是什么？选择的是埋怨吗？选择的苦读吗？还是让上帝光照我们，从这些悲剧中看见上帝的作为？所以整个圣经其实在讲，人类都是在悲剧，但是上帝的启示里面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上帝要把这个悲剧变成神圣的历史，带给我们是生命的历史。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今天的第一个功课。
第二个功课，耶稣基督医治这个人的时候，告诉他说：“你往西罗亚池去洗一洗。”哦，约翰福音有充满着象征。西罗亚池，那个约翰写福音的时候，特别表明说，西罗亚翻出来就是奉差遣。你知道奉差遣，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就是被称为奉差遣的人。耶稣基督也自称为他是奉父所差遣的。那实际上说，就是你要去洗这个眼睛，表示你听了我的话语，又信而顺服，接受我的差遣，你也是来到这个水池，就是洗礼的池，表示你是来亲近那位奉差遣的基督。所以这里没有提到那个盲人，他天生的盲人，他的信心，但是他顺从耶稣的话，他是奉差遣去清洗，这就是信心的具体的行动，他就得着医治。所以不要问 why， 而问 how。 在这里又提到一个问题，好，我们人最喜欢那个，如果我看见上帝的荣耀，我就信，对不对？可是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那个次序是反过来。好，这个人一出去以后，他眼睛一打开了，他就回家。一回家的时候，他们邻里的人说：“哎，奇怪，这不是天生盲者吗？他怎么眼睛开了？”他们就问他说：“哎，你这不是那个讨饭的乞丐吗？”然后呢，有人说：“哎，是他。”有人说：“不是，确实像他。”他自己说：“是我。”你们发现这位奉差遣顺服的人，转换成他的灵性上，变成一个见证的人。邻居的惊讶，说明这个神迹的真实性。可是也告诉我们，看见神迹的人不见得会信，因为只有准备好相信的人，才能够真正看见上帝的荣耀。然后呢，他们就说：“哎，你眼睛怎么开的？”他回答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泥在我的眼睛，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池去洗。’我去一洗就看见了。”他们说：“哎，那个人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原来耶稣医治他了以后，耶稣就隐现了，结果隐退了，直到争辩的事件的末了，他又出现。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人不但成为耶稣的见证者，这时候他的灵性又进一步了，变成耶稣基督的辩护者。哦，这时候就引起了什么？因为耶稣治病是在安息日。上一次耶稣基督治病的时候也在安息日，那是前一年的事情。前一年的事情是什么？耶稣在一个地方医治了一个38年的瘫子，就引起了法利赛人的愤怒，他们就跟耶稣基督怎么样，产生了分裂，分裂了以后变成决裂，到最后他们对立。今天的那个就是对立。所以那些人呢，总是有一些真的是要别啊，就把他带到法利赛人面前，要解决问题。耶稣竟然在安息日医治这个盲人，真的，那法利赛人他们对耶稣呢已经观感非常的恶劣了。这个他们不会管说安息日可不可以做上帝恩慈的事，结果如今耶稣再犯了，所以他们关系就从恶劣到破裂到决裂，甚至到对立。怎么？我们来看，法利赛人就先不相信这件事。他说：“你的眼睛怎么看的？怎么看得见的？”盲人说：“他和泥在我的眼上，我一去洗就看见了。”法利赛人他没有看到上帝神迹背后的恩慈、恩典，他也不理会上帝那种宽宏大量，他只因为上帝并不禁止人在安息日行善，就认为耶稣违反安息日的法律。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法利赛人是专门玩法条，而不知道那个立法的本意。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安息日立法本意。安息日立法有两个本意，一个是出埃及记，一个是申命记。出埃及记是说上帝做了工，
第7日就安息了。所以我们要效法上帝，安息来瞻仰上帝的荣美，欣赏上帝的创造，然后来敬拜上帝。这个叫做天道法则。那《申命记》的第5章讲到安息日的设定的那个动机条款是什么？他说：“你们在埃及做过奴隶哦，所以你们要安息，不只是安息，你们不要奴役自己，你们也要让你的仆人、寄居的人，就是那些外侨、外籍劳工，你家的仆人、外籍劳工，甚至你家的牛驴，都要安息。你不要自己解放了，你从前是被害者，现在变成加害者，不要。你领受了神的恩典，就要以恩报恩，恩待别人。所以这个叫做人道条款。请问耶稣基督医治好安息日，医好这个的人，使他看见了，是不是彰显出神的慈悲，彰显出神的荣美？是不是合乎天道条款？这样了解吗？然后这个人生来就瞎眼，这时候不知道几岁了，30几岁了，30几年的痛苦，耶稣基督把他医治了，是不是合乎人道条款？所以耶稣做的就是合乎安息日最美的立法的本意。结果这一些人专门玩法条，玩法条真是可恶。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有人说，然后呢，法利赛人就说这个人绝对不是上帝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法利赛人睁眼说瞎话，他们耳熟能详出埃及记的天道条款跟申命记的人道条款，他清清楚楚。他故意怎么样？逾越节，了解吗？过逾越节，什么叫逾越节？看到不晓得 pass over， 看到不 pass over， 有没有这样子？请问你读经会不会过逾越节？看到这个，这个，不要，那个看到那个做账户的要怎么样？不要，要跳过去。做妻子的怎么样？所以呢，我都指责妻子，拿上帝的话语来指责人。法利赛人就玩这个法条啊。结果有人，法利赛人也有人比较清楚了，一个罪人怎么行这个神迹呢？他们就起纷争了。法利赛人就这边互相在那边鬼打架了。然后他们最后说：“哎，我们不要内争，我们不要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我们一起强国对外。你这个盲人，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觉得他是怎么样的人呢？”结果那个盲人呢，竟然信仰大跳跃，说他就是先知。什么意思？我们读起来平铺直叙啊，可是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一听就懂，因为摩西立法的那个时间的摩西说，将来有一位先知要兴起，他比我还大，你们要听他。这个盲人呢说，他就是设立安息日，当年传安息日律法那个先知摩西所说的将来那个大先知啊。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听到了会怎么样？法利赛人听到以后吓到了，这不是，呼呼的颠来，赶快把他爸爸叫过来，了解吗？就转移了。一转移的时候，把他爸爸叫过来，他不相信他从前瞎眼了。后来人看见，就将他父母来询问，问他说：“你这个儿子到底怎么搞的？他以前是不是盲人？”他父母说：“是啊，是，他是我的儿子啊，他以前是盲人啊。他怎么看见的？这个我不知道。他已经成人了，你去问他吧。”犹太人是满13岁，都一天就是成人了，就要为自己的负责任。所以他父母为什么这样回答？因为怕被赶出会堂。赶出会堂我们听起来都没什么，可是犹太人赶出会堂等于我们现在的褫夺公权。你被赶出会堂以后，所有的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所有工会你都不准进去，那你就没有工作了吗？了解吗？你的儿女呢不准进会堂，那就变成白丁啊，就不能读书了。你有生病呢，医生也不能看你，因为你是被赶出会堂的人，褫夺公权，所以等于无立足之地，完全斩断关系。那所以他父母亲怕得要命。他说：“我的儿子长大了，你去问他嘛。”法利赛人呢就怎么样？第2次寻找那个富民的盲人来，再问他。好，这一问他，法利赛人说：“你要把荣耀归给上帝。”
因为他这个法利赛人默认他真的好了嘛，你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这个人是违背安息日律法的罪人，所以你不可以再把荣耀归给他。结果那个盲人呢，就成为辩护者。他说：“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只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现在能看见。”他们就问他说：“他向你做什么？怎么开你的眼睛呢？”这盲人说：“拜托，我已经讲过了，你还要我再讲？这些大忌也高翻威呢？听懂吗？你这大忌也高翻威臭开高塌皮，你什么时候问了又问呢？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要听呢？莫非你要做他的门徒？”他们气得要命了。他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啊！”其实，如果他们真的是摩西的门徒，就知道摩西说将来有位先知，他就应该归顺耶稣嘛。结果他们假的嘛，假的。所以你看他相对于盲人的信仰表白，结果这一些人犹太人恼羞成怒，愤怒地宣称：“我是摩西的门徒，我是名门正道。”你是什么旁门左道？耶稣来路不明啊！只有你这个盲人才会跟从他啊！你不但眼睛盲了，你心都盲了，了解吗？就这样羞辱他。结果那一位天生的盲人现在已经复明了，就说：“他开我的眼睛呢！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真是奇怪嘞！上帝从来不听罪人呢，唯有敬奉上帝、遵行他旨意的人，上帝才听他。你有没有发现，他的信仰又进一步了？他认为耶稣基督是敬奉上帝、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刚好耶稣基督说，他听到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嘛，对不对？我要趁着白日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所以他说，这个人真的是敬奉上帝、遵行上帝旨意的人。他说从创世以来没有这样，主从我洗目睛发白白，我目睛不快，我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宣称耶稣是敬奉上帝、遵行他旨意的人，他并且引用箴言15章29节，他说：“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祈祷。”所以他的信仰是生命的体验，活生生的见证。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在信仰历程里面，这个人坚持真理，这个真理使他得自由，使他得明智，得勇敢。而法利赛人看到盲人复明的神迹，却不肯承认。这一些人呢，他还骂这个人迷信，其实他们是迷不信。这样了解吗？迷信跟迷不信方向相反，力量相等。可是这个盲人复明者，他不是迷信，他是真正的体验。结果他们就恼羞成怒，再一次恼羞成怒。我告诉你，那个真理不信的人整个情绪，他说：“你全然生在旧约内中，还要教训我们。”于是把他赶出去，意思就是把他赶出会堂。换句话说，这一位盲人复明以后，他的信仰就变成经历考验，经历被斩断会堂的关系，从此以后断了生路，无依无靠。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段圣经其实在讲初代教会的生活经验？我们真实的信仰要公开的承认，一公开承认，就面对光明跟黑暗的斗争，真理跟错谬的冲突，所以我们就会面临被批评，然后呢，有人恐惧我们，有人开始忧虑我们，然后贫穷、灾难、疾病等等试炼，所以信仰要付出代价。盲人的父母不敢开罪当权的法利赛人，怕被逐出会堂，而这一位盲人，他却勇敢的做见证，而被逐出会堂。那个复明的人真的不怕牺牲，拒绝接受耶稣是罪人，坚持耶稣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结果他就付出代价，这是很奇妙的。初代教会就用这段圣经在勉励初信的人。
当时出信的人要说耶稣基督是主，在罗马帝国一见面就是凯撒是主，结果你说耶稣基督才是主，那你真是白目，就冲突。好，我们来看最后一段35节到41节，耶稣启示自己给这个复民者。复民者一被赶出会堂的时候，耶稣再一次出现，然后呢，他就跟盲人、跟这个复民者、跟法利赛人对话。好，我们来看。耶稣听说他们把他赶出去，后来遇见他。这遇见他的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耶稣主动的、积极的再去寻找他。耶稣就提出一个关键性的信仰问题，说：“你信上帝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上帝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跟你说话的人就是他。”耶稣很清楚、具体的宣示他的身份。而复民者马上就说：“主啊，我信。”然后就拜耶稣。你们发现复民者就做出了非常美好的信仰宣告、信仰告白，他就宣信 （confession）。宣信了以后，不但他的眼睛看见，连他的心窍也打开，连他的身体也俯伏敬拜，所以他就变成信仰的高峰。变成心灵和诚实的敬拜，整个下来啊，所以耶稣就很遗憾的说：“我为审判来到这个世界，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啊，上帝差遣耶稣来，叫失明的人能够痊愈看见，而且这个人，上帝不但给他恩典，而且给他恩上加恩，心灵上又蒙光照。然后又蒙上耶稣基督收留，又可以成为一个敬拜者，而对那些不信自义的法利赛人，最后被耶稣基督审判。他们肉眼能看见，心灵反而瞎了。他们自以为义，自视是摩西的门徒，事多见广，却欲于成见，对耶稣展现的真光视若无睹，固步自封。所以他们的属灵的目光日浅，最后终于成为永远的盲人。好，当耶稣讲了这句话以后，那些眼盲的法利赛人很不服气，那些跟着耶稣要来窥探耶稣、尾随在耶稣后面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觉得这个很讽刺的味道，但是他们仍然装作不知道，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如果真的瞎了眼了，你们就没有罪了。但是如今你们眼睛亲眼目睹神迹，却不信，却迷不信，所以你们罪还在。”其实耶稣讲这句话是充满了无上的威严跟无限的忧愁，他带着谴责，又带着怜悯，去劝他们悔改归正。法利赛人呐，意思是法利赛人呐，你可不可以去真的从心里面认识自己？你心灵里面真的盲目，你需要痊愈。只要你愿意开口，你愿意求助，你愿意求援，你愿意求救，我也愿意医治你们，否则你们就无可救药。你们真正的罪是你们拒绝启示者。你们自以为你们在安全感当中拒绝成为一个真正的明眼人。这个故事就到这里，我们现在做一个结论来想。今天的福音只要根据耶稣2句话来显示耶稣基督是谁。第一个，耶稣基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我是世上的光。”第二个，耶稣基督说：“我是为审判来到这世上，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好，耶稣基督是世上的光，只要我们就近这光，领受这光，我们闭门光照，就可以得救。所以耶稣基督本身对于信的人，他是一个大能的拯救者；对于不信的人，耶稣基督是大能的审判者。所以耶稣基督的启示
就成为我们的审判，或者成为我们的拯救，这个就在乎我们自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上帝面前做一个抉择。好，第二个，这一段经文在告诉我们另外一个结论：耶稣基督治好天生盲人的神迹，正预表着洗礼的意义。洗礼显明我们这一些人需要蒙光照，而耶稣基督是世上的真光，让我们在黑暗里面的人可以看见光明。这是第二方面，那个耶稣基督用唾沫和泥。我们知道上帝曾经用的泥土造人，对不对？然后呢，耶稣基督用他的口中的唾沫或者泥，表示上帝的话语进入。上帝曾经向着一个泥巴吹气，那个泥巴就成为有灵的活人。而现在呢，耶稣基督呢，对着一个用他的唾沫和泥，再一次宣告说：你要去到奉差遣的那里。差遣的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救世主。盲人存着信心到西罗亚池，其实就是凭着信心来到耶稣基督的跟前，就得到上帝的恩典，就开始了新生命，并且恩上加恩。最后这段故事来告诉我们，这是一个信仰的历程。信耶稣受洗只不过是入门礼，没有人因为考上大学然后就摆烂，那这样的话就很惨。我大女儿去考上的，她的系是不容易考上的，班上160个，第一学期一上课，寒假过后马上8个被退学，被退学都要去当兵去了，然后再回头要考，也就是2年后的事，很辛苦。所以耶稣基督认为我们蒙洗礼只不过是入门礼，然后呢，这个人开始认耶稣只知道他名字叫耶稣，也不知道他在住哪里，但最后他为耶稣辩护，他是个先知。后来结果他越来越认识耶稣是敬奉上帝、遵行他旨意的人。后来呢，他称耶稣为主，然后呢，他说：哇，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说：主啊，我信。最后俯伏的敬拜。你们发现他是一个蒙恩者，然后他是一个听而顺服的人，去受洗。受洗以后，他变成一个见证者，然后呢，他变成在众人面前是一个答辩者、辩护者，最后他成为一个宣扬者，然后进入一个敬拜者。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信了耶稣基督，受洗是入门而已。我们必须不断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长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是那一位天生的盲人，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就近你这一位奉上帝差遣的救主。我们来领受你的救恩，并且我们进入更丰盛的生命，进入信仰的旅程，不断的继续认识你，也帮助我们教会所有已经受洗的人，让我们继续信而顺服，继续成为一个见证者，成为辩护者，成为宣扬者，也成为敬拜者。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们。